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去年开始刷到将军渔港举办的台南夏季音乐节，今年预定伫8月13号举行，邀请到动力火车以及主力景点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市府观光旅游局邀请大家做伙去参加，同时体验西滨海岸上界鲜的海产。市府为了和民众感受8月13号东港将军后精彩演唱，特别邀请 Under Lover 地下精灵天团，再来因上届出名的歌曲来炒热气氛。台南夏日音乐节对去年刷到将军渔港举办，并且特别打造将军号的主题以外，已经成功建立在地特色甲品牌形象。或者这歌迷对着家己的偶像，则会用音乐来感受台南热情活力。会中市长赖清德、副市长颜顺泽拢亲自到场宣传，市长甚至提议为了发挥地名。演唱会进前，会当以装扮将军的角色扮演来吸引游客。未来的时候，也许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加油。就是说，我们很难得刚好这个地名叫将军呢，我们应该在这个地名上做一些发挥。好比可以做这个 cosplay， 着古今中外的将军来吼一下。看谁的分贝最高，分贝比赛看是喊进攻还是喊将军吼，这个分贝比赛得冠军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品？然后之后呢，再来音乐会再来开始这样子。这音乐会可能是晚上嘛，几点开始？6点。也许我们可以从下午4点就开始。对，那也许我们办这样一个活动，那就会很热闹了。2016台南夏日音乐节正式起航。会中观光旅局长嘛表示，今年除了邀请大家介意的热门歌手以外，嘛特别甲勇士业者合作，推出专属的旅游行程，要来食在地上界鲜的海产甲风味餐，做伙体验台南滨海风情。电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7月初，尼泊特风台造成7个地区数十间房屋损害。劳工局伫接到通知了后，马上甲社会局以及7个区公所前往现场会勘，决定协助其中3户弱势家庭来修理厝。将近50位的职工也趁着假日好天气，加紧修理的进度。尼泊特风台伫7月初过境台湾，伫台南7个区造成未少的灾情，数十户的厝顶拢被吹甲翘起来。但是伫劳工局的专案大安心、享温馨弱势家庭房屋修缮协助之下，伫礼拜日上午，木工甲电气职工，都将近80位的职工开始轮番接力进行爱心修缮。我们有很多的工会干部跟善心人士，他会捐钱，那我们由我们大台南总工会跟台南市劳工志愿服务协会来做管理。当然，我们这一部分大部分都是来帮助这类边缘户的部分尤其这一间的服务的部分，我们的市长也有特别提醒说，因为它的屋顶都全部掀掉了，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它修理，不然如果下一个大雨，那整个里面房屋都积水，所以这样我们还是拜托志工。一样平日都要做赶工。台南市木工业职业工会理事长方成科也表示，趁着天气好，工会就出动了将近20位的职工，会尽紧完成轻钢架厝内装潢的部分。阮木工出将近20个助工，今仔日完成的就是有2间，今仔日天花板、关于架间。全部拢要甲整理较好，阮今仔一工就要甲完成。
这届尼伯特洪灾造成的灾情，或着细雨到即马也是无厝通好转去，也互平常时的生活大受影响。所以，这届市府劳工局甲台南市的职业工会牵手，就是希望会当伫上短时间内完成，好受灾户会当早一天大入去，回归正常的生活步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大专听障生夏令营，上午伫台南大学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出学员走访台南的历史古迹，进一步用历年群的学习成果甲人际关系。教育局主办的105年度全国大专听障生夏令营，高度2016，听到巨声师手语营，招生对象是全国大学1年级的听障生，目的是希望引导学生多元学习。伫连续8天的活动，规划各种的体验，包括基础手语沟通，也有走访台南古迹景点，互参加的学生伫快乐当中学习。这一次活动的主轴呢，我是希望，借由台南古都这样子的古都之美，串联整个的主轴，让这些平常不在出门的这些听障的孩子，他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台南的美，然后把这个一份的快乐的心情，然后充实在他整个的暑假，然后让他能够快乐的在这整个暑假跟所有的朋友能够分享。8天的课程，学员伫快乐当中学习，就连陪同参与的家长，拢看得出因的改变。我儿子的表现就是超乎我的那个期待，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听障的小孩子，他们的表现也超乎我的想象。那有些小孩子呢，他们的能力跟口语能力其实都不错，可是呢，有些小孩子他还愿意去帮助别人，这是让我感到最感动的一件事情。他非常的高兴自己来到这个营队，然后也在这里交到很多好的朋友，有很多收获。我想这个暑假他会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巨声师手语营以着小队竞赛方式进行，展现团队互动的精神，鼓励听障学生站上舞台，展现自信。也互社会大众对听障的族群有更加深的认识甲肯定，鼓励因加入人群。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仔日是农历7月初1，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鬼门开。伫古早也无路灯的时阵，邻着地区的民众伫7月时啊，拢会伫门骹口挂上普渡公灯，为好兄弟来照路。不过现主时因为已经有了路灯，所以这项传统风俗已经渐渐没落，大约只剩2户有咧挂普渡公灯。依照传统习俗，农历7月初1，家家户户拢会传物件来拜好兄弟。领着2项大家礼的主体头前，可以特别挂上普渡公灯，目的就是要替好兄弟伫暗时照路。咱较早农业社会嘛，农业社会就是讲这个以前的嘛无这种电力的问题嘛，所以因为较早也无路灯啊。无路灯，你路面就是拢一定是暗时出来就是拢暗的啦，拢暗沙沙，因为咱到这个7月时的时阵，咱就是讲为着要这7月时咱的好兄弟，好兄弟因暗时出来，会当甲因照明照路因暗时出去会当较方便安尼啊。即便伫普渡公灯的顶面，佫会放上鸡粒塑胶盆等等的物件来掠风雨。伫7月时天色变暗，就开始点灯，一直到过长工的天光。不过因为现在路灯真普遍，所以已经真少人要延续这个传统。这路灯电咧条路灯，跟咱一般这古式的无同，这是主爱换一事。因为古式的你着强要无伊啊！你看，咱总干事讲，大家剩咱1-2户尔。自这强的经处是讲这事你事莫甲想遐济。就自长辈较早用到暂时即摆就是看后一代看后一代有要搁用无安尼人下一代人以后时间伊就甲咱大家拢上班嘛无用对无？
为老一辈流传落来传统民俗，随着时代的发达，已经真少人会对咧做，所以也变成一项真罕见的地方特色。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先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瘾。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新营区大丰里为了改善里内环境甲交通，参考台东等地做法，顺利将里内废弃的铁道改成自行车道，而且佮联合其他的里来发展脚踏车休闲，得到真好的评价。为伫新营区大丰里内，这将近200公尺、开250万的自行车道，第二前完工以后，才等待市府验收。对当地居民来讲，原本垃圾的环境就使人野生，加上巷内过去时代长铁道路线，造成路面有悬架叉无平，时常互骑车的民众触到。不过现在伫大丰里长甲社区发展协会争取改造成自行车道以后，佮加上造型路灯，伫无影响居民的出入之下，真正互安全休闲一举两得。过去在这边骑车的话，其实都蛮危险的，那个路面都不太平，所以很容易跌倒。然后现在建设好后，其实就蛮方便的，就又离火车站很近，所以在这边的话可以从事一些休闲活动。现在以前这个是废弃的那个台糖铁道，因为时常发生车祸的，它路不平啊，就铁道跟那个它里面它的那个都有高低嘛。那车子跟机车在相会的时候，时常发生机车让那个铁道这么出得啊呢，出得了，里长时常被骂，里长就一直想说要把它处理一下，刚好是那个新东岭那边他们做得很漂亮，然后我们里长又到台东又到外国去看觉得是参照他们那一边的来改造的。目前地方透过向议员争取，嘛希望对这搁再延伸到立川到新营火车头，互整个自行车道搁较完善，吸引愈来愈侪人以脚踏车来里来行搭，一直通到咸水，将每一个里连接成为一个新兴的自行车观光路线。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中西区后政事务所活化空间特别邀请艺术家陈银珍举办创作展，展出23件，包括版画、油画、水彩拼贴甲书法的作品，或者拢办公的民众伫等待时刻会当欣赏艺术，放松心情。这件用2张油画组成、长度有1.9公尺的作品《大江东去》，是艺术家陈银珍的创作，运用油画结合新草书法来带出700度的意境。而同时，也带来包括用菜瓜布、沙、树皮等等媒材所呈现的拼贴，以及水彩加版画的作品，传达回归残垣朴实的生活意境。我们特别商请了住在我们台南市新市区陈银珍陈画家陈女士他们夫妇特别来提供我们总共有23件的一个水彩画还有拼画版画这些作品
来提供我们中西区的市民来这边洽公的时候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那除了提升我们的在地府城中西区的文化气息，那也给我们在等待洽公民众情绪上的一个疏解哈，可以在等待期间哈，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的画作。陈云珍创作歌典为8月份开始到9月30號，在中西區後進事務所1、2、6嘅藝廊辦理，提供市民藝文欣賞嘅機會，也歡迎民眾等待時間嘅交流情緒。但新聞站山林根採訪報道。大部分的人可能拢有過偏頭痛的經驗，嚴重的時陣甚至會合併抱心想要吐，而且若是行路爬樓梯，會互頭痛更較嚴重，影響到工作甲生活品質。對此，醫師表示，適量的啉咖啡對一寡人來講會有改善的作用，不過若是長期慢性的偏頭痛，就必須愛採取預防治療。根據醫療統計，頭痛的原因有真濟，其中偏頭痛的發生是非常普遍。不管是睡眠不足、疲勞、吹到冷風、聞到特定的氣味，甚至是女性月經來進前，都有可能較容易引發偏頭痛的問題。偏頭痛的特徵呢，就是它會反覆的發作，持續的時間呢，大概會在4到72個小時。那發作的時候呢，病人常常會有怕光、怕吵這樣子的情形，那同時呢，常常會伴隨噁心、嘔吐。那有些病人呢，他的頭痛是會偏一邊，但是呢，沒有絕對一定要偏一邊。有不少人伫胸頭較痛時，可能會家己去藥房買藥來止痛，不過徛佇醫生的角度並無贊成，而是建議民眾會當適當的啉咖啡來疏解頭痛。不過前提是愛佇無影響困眠，也無產生心悸等無爽快的情形之下使用。偏頭痛發作的時候呢，它的急性治療的藥物，其中有一項呢，就是病患可以嘗試喝咖啡，因為咖啡裡面的這個咖啡因的成分呢，在有一些偏頭痛的病患裡面呢，是會有效果的。那如果說病患呢，他對於這個咖啡因是有反應，那也許呢，他後續止痛藥的劑量呢，就可以不用使用那麼多。那如果是對於咖啡因沒有特別有效的病患呢，偏頭痛它的治療呢，還有其他的特殊的藥物，就是可以治療它的急性發作。不過，針對長期慢性的偏頭痛，醫師即是建議做預防治療，也就是佇也未頭痛之前，就愛先食藥啊，並且同時也必須調整生活，表免一寡可能會引起偏頭痛的因素。但新聞站山林根採訪報道。新聞之後，咱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是1月份，中晝過後對漸雷陣雨的天氣，溫度28度到33度，落雨幾率3成，海面冰風風力4級到6級，上晝陣雨是9級。感謝你收看8月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純，咱再會。你就是交通玫瑰花，变成喜欢的阿拉萨。我要骑着西铁到你阿妈家，听家的亲情的祝汉你家，就是我。我的行情也无比你较差，也有真济姑娘拢亲爱我。大江下有三顿摆对阮家楼骹，我是伊心目中的刘德华。我甲手嘴来，互伊叫死体。